Hello， 大家好。說起中國最著名的風景區，我相信90%以上的香港人，小時候讀書時都一定聽過或背過一句話：桂林山水甲天下。這句話簡直就是深植在我哋幾代人的腦海裏。以前大家看月曆、看電視旅遊節目，甚至是爸媽舊時的相簿，桂林那種如詩如畫、煙雨濛濛的汀江山水，真是讓人心馳神往。你求其拿張20元人民幣出來看看，背脊印住的都是桂林陽朔的黃埔倒影。這些叫什麼？這些就是頂級的國家名片，是幾十年來積攢下來的金字招牌。但是不知道大家近年來有沒有注意到，身邊去桂林旅遊的朋友好像越來越少，甚至你上網看看各大旅遊論壇、小紅書或 YouTube， 說起桂林，大家第一時間聯想下來的已經不再是水墨畫，而是宰客、魚黑、深度盲、陷阱處處。更誇張的是，根據官方以及旅遊業界的統計數據，桂林旅遊業在過去短短5年時間裏，竟然慘輸，累計虧損了將近10個億。10個億啊！各位，這可不是什麼小數字。一個坐擁全國最頂尖自然資源，明明靠老天爺賞飯吃，躺在哪都能天天收錢的超級景區，到底是如何在短短幾年之內把自己一手好牌打到稀爛？為什麼一個幾十年的國家級品牌會淪落到被無數遊客吐槽是騙財陷阱，去一次後悔一輩子的地方？今集我就跟大家拆解一下桂林山水到底經歷了什麼，背後又隱藏住什麼深層次的混亂與危機。大家先想想，桂林本身的條件到底有多好？地理上，它有獨一無二的喀斯特地貌，遼江水穿城而過，陽朔山水更是獨步天下。早在20世紀70、80年代，當中國大部分地方尚未懂得什麼叫旅遊業時，桂林已經是國家外事接待的重鎮，無數外國元首、名人都去過造訪。說句難聽一點，桂林旅遊業的起步，比港人最愛去的日本、泰國很多地方都要早，名氣也大得多。按照正常的商業邏輯，有如此強大的品牌效應，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蘊，再加上這10幾年來內地高鐵網絡的爆發，香港到桂林坐高鐵3個多小時就到，交通方便到不得了。按道理，桂林應該是越賺越多，躺住等數錢才對，但事實偏偏相反。近年來，桂林的旅遊收入和遊客口碑出現了雪崩式的下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4個字：短視近利，把所有遊客都當成是一次性的水魚來值。如果你近年來有去過桂林，或是身邊有朋友去過，你聽得最多的經歷是什麼？沒錯，就是無處不在的套路和強制消費。我們先說一下桂林最標誌性的項目——連江竹筏漂流。以前大家想象中的竹筏漂流是一個老漁夫撐着竹篙，帶着大家在清澈見底的江面上慢慢漂，沿途欣賞兩岸清風，感受那種舟行碧波上，人在畫中遊的意境，對不對？但是而家的實際情況如何？你一上竹筏，套路就開始來啦。以前是手撐竹筏，現在全部改成馬達竹筏，嘈到像打仗也就算了。最致命的是，船夫的態度完全取決於你有沒有俾小費或叫打賞。在內地其他地方，甚至世界各地，小費通常是自願的，但在桂林的廬江上，這些小費幾乎變成了明碼實價的保護費。如果你不俾小費或者俾得少，個船夫一開船就直接將個馬達開到最大，油門一轟，10分鐘就把原本應該行半小時或1小時的行程走完，好似趕住去投胎擔。兩岸的風景，你連照片都未拍清楚，就已經被趕上岸。如果你想個船夫開慢啲，或者在靚景位置停一停俾你影張相，可以，請另掏出50塊或100塊人民幣的打賞費。如果你不掏，船夫甚至會直接在江中央跟你面色看，甚至言語上挖苦你、辱罵你。這種體驗，你說去旅遊的人怎麼會開心？你以為只有龍江竹筏是這樣？未算，景區裏的照片陷阱更是讓人防不勝防。在陽朔老街或者各個打卡景點，很多時候會有一些穿着少數民族服裝的老人或者小販
很熱情地拉着你，說免費幫你和路池，也就是替尿鬼、水老鴨拍照，或者免費借個背簍給你帶。很多外地遊客或者香港遊客一時心軟，或者以為真的是桂林人熱情好客，就拿起手機拍了2張。好啦，你拍完準備走時，對方態度立刻180度大轉變，幾個人圍着你說拍照免費，但隻鳥站在你的肩膀上要收費。民族衣服租用費50塊，路池配合費60塊。如果你不給，對方就成班人在叫囂，甚至阻止你不給你走。在異地他鄉，許多遊客為了息事寧人，唯有硬着頭皮掏錢買單。這種體驗簡直和在街頭搶錢沒有什麼區別。除了這些小打小鬧的套路，桂林旅遊業最讓人痛恨的是那種鋪天蓋地、根深蒂固的低價購物團和黑導遊。大家可能以為現在也已經是2026年代了吧？互聯網這麼發達，低價團應該早就消失了吧？錯啦，在桂林，低價團依舊換湯不換藥，在各大網絡平台甚至私域流量裏猖獗。什麼99塊錢桂林3天2夜遊，200塊錢包吃包着包門票，聽起來是不是很吸引？很多老人或者貪便宜的遊客一看，哇，划算到爆呀！於是就報名參加。但世上哪有免費的午餐？你一報名就等於簽了一張宰羊契約。一旦上了旅遊巴士，導遊的真面目就露出來了。在桂林的低價團裏，導遊根本不是跟你說桂林的歷史文化或山水地理，他哋的唯一 KPI 就是怎麼在你身上榨乾每一分錢。公車一開，導遊就開始在車上洗腦，說一些極度難聽的話。你們報這個團，旅行社是虧本的。你們如果不買東西，就是沒良心，就是欠了我哋的。出來旅遊不花錢，你出來幹嘛？在家睡覺吧。緊接住，行程就變成了一個又一個的購物點：翡翠店、水晶店、乳膠枕頭店、特產超市，甚至是所謂的少數民族銀器店。每一個購物點，遊客都被關在裏面至少2個小時至3個小時，不買到指定的金額，連門都不讓你出。有些黑心導遊甚至會直接鎖死車門，或者在車上對着一群老人拍桌子叫囂，指着鼻子辱罵。前幾年，網絡上流傳過無數條桂林導遊辱罵遊客的影片，一些導遊直接在車上大聲喊道：你們這次不買夠2000塊，今晚就沒飯吃，沒飯店住，你們這群窮鬼出來丟人現眼。這些影片一次又一次地上了微博熱搜，引起全網公憤。試想一下，一個景區的明星就是這樣被一個又一個黑導遊一次又一次的惡劣事件一點一滴地消耗淨盡。大家可能會問，既然套路那麼多，遊客避得那麼慘，那些商家和旅行社應該賺到盆滿缽滿才是吧？為什麼桂林的旅遊業反而會出現5年慘輸10個億這種驚人的虧損呢？這就涉及到商業邏輯中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劣幣驅逐良幣和一次性生意的死穴。桂林旅遊業的管理體制和商業模式長期以來都存在極大的漏洞。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桂林的旅遊市場處於一種極度分散、惡性競爭的狀態。各大旅行社為了搶客源，不斷打價格戰，把團費壓到低於成本價。當團費低於成本時，旅行社如何生存？他們就把風險和成本轉嫁給導遊和購物店，導遊甚至需要自己掏錢向旅行社買團。也就是說，導遊還沒帶團，自己就已經墊付了幾千甚至幾萬塊錢。那麼導遊帶團的時候，他的唯一目標就是要回本加賺錢。在這種畸形的體制下，導遊不再去提供優質的服務，而是變成了一個瘋狂的銷售員，甚至是脅迫者。這種惡性循環直接導致那優質的旅遊商家和有良心的從業員根本無法生存。你想做一家好好提供深度遊、講求品質和體驗的旅行社，對不起，你的價格比人哋貴幾倍，在網絡平台上根本競爭不過那些低價團。你想做一個認真講解、不帶遊客去購物的好導遊，對不起，你連基本的收入都無法維持，結果
越來越多優質的從業人員選擇離開桂林，留下來的很多都是一心想快錢、想走捷徑的黑心商家和導遊。當整個旅遊生態都變成一次性買賣的時候，災難就來了。在以前資訊不流通的年代，你歷一個遊客，他回到家就算想投訴也無門，頂多跟身邊3-5個朋友抱怨一下。桂林憑着山水甲天下這個超級大 IP， 源源不絕地有新的遊客湧進來，所以他們完全不怕沒生意在，源一批又一批，好像永遠都得不完。但是時代變了，現在是互聯網時代，是自媒體時代。現在任何一個遊客在桂林遇到了不公道的對待，在觸法上被索要小費，在購物店被限制人身自由，在餐廳吃了幾千塊錢一斤的天價魚，只要他掏出手機拍個短片，上傳到網絡，幾小時之內就能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播放量。近年來，桂林天價魚、天價米粉、觸法劃手、索要小費不果、大打出手、導遊威脅遊客這樣的負面新聞，在網絡上層出不窮。每一次新聞登上熱搜，都是對桂林山水這個百年金字招牌的一次重創。網絡的放大效應，讓桂林旅遊的真實口碑徹底崩塌。年輕一代的消費者在出遊之前都會做足功課，上網看評價、看攻略。當大家搜尋桂林2個字，出現的全是避坑指南、雷區警告，千萬不要去的時候，你覺得還有多少年輕人願意花錢去桂林買難受？當口碑崩塌之後，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高淨值、高消費力的遊客徹底流失。以前去桂林的有很多是高端商務團、外國觀光客，或願意花大錢享受優質度假體驗的中產家庭。這類遊客才是旅遊市場裏最賺錢、能帶來長期效益的核心客戶。但是當桂林的旅遊環境變得如此惡劣、如此低俗時，這一批高端遊客迅速轉移陣地。他們到哪裏去了？內地的去了雲南的大理、麗江，去了新疆、川西，甚至去了海南三亞。香港人和海外遊客更不用說，同等的預算，大家寧願飛去日本的京都、北海道，或者去泰國的清邁、布吉島。在這些地方，服務態度好，消費明碼實價，玩得舒服又放心。留下來給桂林的是什麼？只剩下那些被低價團吸引過來，消費能力極低，而且玩完之後只會滿腹怨氣的低端客源。低價團帶來的遊客雖然人數看起來還有不少，但他們在本地的實際消費非常的低。他們住的是低端飯店，吃的是團餐，買的是被購物店抽取高額佣金的劣質商品。桂林本地真正的餐館、民居、文化景點根本分不到一杯羹，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度怪異又悲慘的現象。景區人山人海，環境被嚴重破壞，公共設施磨損巨大，但地方政府和本地正規商家卻根本賺不到錢，甚至還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去維持秩序、處理投訴、修復環境。這就是為什麼桂林旅遊相關的國有企業、景區營運公司在過去幾年裏出現了幾億甚至10個億的巨額虧損。當一個景區失去了自我造血的能力，失去了回頭客，只靠偷雞摸狗的套路去維持，虧損是必然的結局。說到這裏，大家可能會問，難道桂林當地的政府和管理部門就眼睜睜看着這個金字招牌爛掉，完全不管嗎？客觀地說，桂林官方近年來也出台了很多次整頓措施，搞過很多次旅遊市場專項整治，捉了不少黑導遊，罰了不少黑心商家，甚至把一些涉嫌違法的從業人員拘留。但是為什麼整頓了這麼多次，問題依舊像野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背後的深層原因是體制與利益鏈條的糾纏。首先，桂林的旅遊資源極度分散，漓江穿過好幾個行政區域，從桂林市區到陽朔，再到平樂，沿途涉及無數個村落和地方利益體系。例如由江上的觸法，很多都是沿江村民的私人或村集體所有。在以前，村民靠江吃江，靠水吃水。你現在要統一管理，
要規範他們的行為，甚至要收回他們的營運權，就會引發極大的地方利益衝突。很多時候，官方的執法力度一鬆，底下的各種套路就立刻捲土重來。加上旅遊監管涉及工商、文旅、公安、交通等多個部門，九龍治水，很多時候出現互相推諉、執法不及時的情況。遊客遇到問題投訴無門，或者投訴處理週期太長，等處理結果出來，遊客早就已經離開桂林回了家，最後不了了之。其次是發展理念的嚴重落後。桂林在過去幾十年太依賴老天爺賞飯吃這個先天優勢，他們以為只要有桂林山水甲天下這句口號，就算什麼都不做，全天下的人也要乖乖送錢過來。但而家的旅遊市場早就已經從觀光時代轉變為體驗時代。30年前，大家去旅遊是看風景，只要山水漂亮，大家拍張照片留念就滿足，吃的差一點，住的差一點，受一點氣都可以忍受。但是而家的遊客，特別是年輕一代，大家追求的是深度體驗，是情緒價值，是精緻的服務和舒心的氣氛。你看近年來內地爆火的旅遊城市，淄博靠的是真誠、接地氣和極致的性價比，哈爾濱靠的是全城總動員，討好遊客的討好型市格，阿勒泰靠的是純粹的自然與治癒。這些城市之所以能爆紅，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有特色，更重要的是他們讓遊客感受到了被尊重和安全感。反觀桂林，依舊停留在30年前那種賣山水門票、靠套路宰客的老舊思維裏。山水依舊是那個山水，但服務、配套、管理和人民環境卻完全落後於時代。當地的自然風光不再是不可替代，例如越南的下龍灣，甚至內地其他新開發的喀斯特景區都有類似風光。而你的人民服務體驗又極差時，遊客有什麼理由非去你桂林不可？桂林5年慘輸10個億，看似是一個驚人的商業悲劇，但實質上是市場給所有不思進取消費品牌積澱的景區敲響的一整座警鐘。桂林山水甲天下這個牌頭是祖先和老天爺留下來的珍貴遺產，不是被少數黑心商家和短視管理者用來任意揮霍駭客割韭菜的工具。如果桂林不能拿出壯士斷臂的決心，徹底砍斷低價團的利益鏈條，重塑整個旅遊業的服務標準，建立起真正透明、誠信、對遊客友好的市場環境，那麼再過5年、10年，桂林山水甲天下這句名言，也許真的只會留在教科書和歷史記憶裏，而現實中的桂林只會變成大家避之不及的騙財陷阱。作為從小聽着桂林山水美名長大的香港人，看到一個曾經代表着中國山水名片的地方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真的令人非常唏噓和痛心。山水本無辜，奈何人造業？希望桂林有朝一日能真正痛定思痛，洗盡鉛華，把那清澈、純粹、令人神往的真桂林山水重新還給全世界的遊客。